有一个查甫的网友最近伫网络顶头公开讲，伊10岁时去学钢琴的时，捌互一个查甫老师性骚扰。因为这个老师真恐怖，即马搁伫国小内底教册。伊是学校表示讲，即马已经赶紧甲这个案进行通报，专案嘛已经启动调查。也那教育局嘛表示讲，若真正有即款代志，一定会处理。如果MeToo案件传说，一个女网友伫网络发文附一张弹钢琴的旧相片，讲当时只有10岁伊互钢琴老师性骚扰过去，写出男教师的哪拍节奏哪摸伊的大腿才恶行，也讲这个男老师就也伫新北市某一个国小教册，提起家长的注意。15号就召开姓名会，暂停该师的职务，请他暂离校园。那以确保这个学生的一个安全，我们也依照性平法启动了相关的调查流程。校强调，虽然即阵只是网络言论，不过学校记录了后，已经随进行校案的通报，专依照性平法来进行调查，并且召开性平会，决定先暂停伊的职务，爱暂时离开学校。若调查属实，将依规定严惩，绝不宽待，鼓励可能之被害人向当时就读的学校申请调查。本局将协助。虽然说已经依照性平法来进行调查，不过这个疑似性骚扰事件引发学校家长甲学生一直议论纷纷，家长团体也真重视。他可以挺身而出来指责老师的时候，都可以让老师定罪，而且学校对有犯罪的老师应该要永不录用。所以说有一个最大的目的，就是一个警示作用，让大家喝止说，真的发生事情不是那么快就没事了，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。有女网友认为讲，这个钢琴老师身体性骚扰，受害者也唔哪一个人。教育局强调，若也受被害人，鼓励因来通报调查。家长团体是强调，若是这个代志是真的，袂用有性骚扰恶行的老师，搁伫学校内底，才有法度确实来保护未成年者就学的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